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美丽谷卖饭的景象。伫南投6月的小半天，这个火金菇大爆发。一到暗时啊，这个当地山谷甲草地，拢总是火金菇，就敢若是绿色的银河，有够水。暗时出现闪闪闪闪的青色银河，这全部拢是火金菇伫山谷和草埔世界杯中那咧跳的音符。繁星点点，好好看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。真侪火金菇的所在，就伫南投6月小半天。在地发展协会讲，今年伤久无落雨，原本会伫3月中出现的火金菇，延后到4月底才出现。100平方公尺以内的话，大概是没有几只了。4月份的话去看的话，真的是爆量爆很多，大概有上千只应该有吧。除了南投6个有火金菇，台中的东势林场、苗栗三义，阁有台北树林的内乡溪、宜兰头城、花莲李溪潭，拢有火金菇。4月嘛是南投合欢山的高山道观火季，真侪游客上山看火翕相，煞有一位新得来负责人高山净化组。好家在环境提酸素间互负责人吸，互伊的镜头较好，才阁送病院治疗。真侪人上合欢山看花，毋过武岭4个停车位无济，真侪人黑白停。过去环境开罚单，民众甲900块的罚单当作是停车费，毋过即马袂使阁安尼。非常感谢支援拖吊车到武岭地区协助交通管制。上关海拔的拖吊车来合欢山来回顺路，想黑白停就拖上，惊到游客无人敢黑白停，因为停风拖去，毋但落1600块的罚单，阁有其他费用。而且，阁要开钱、开时间，前往至少有57公里的玻璃，甲车牵转来。